100萬對你有咩意義啊？你知唔知而家好多人呢，雖然呢表面上好似好富有、好風光咁樣，但係當你叫佢攞10萬出嚟，佢都未必攞到。而當你銀行戶口裏面有100萬淨現金資產，而你又冇任何負債嘅話，其實你已經跑贏社會上99% 嘅人。當你儲到100萬，你嘅人生開始有底氣，你亦都開始唔需要再過分重視老闆俾你嘅面色。100萬代表住你開始可以錢揾錢，你開始可以玩一啲所謂嘅富人遊戲。100萬就代表住你可以好似僱用一個員工幫你打工咁樣，每年為你帶嚟3至5% 嘅回報。而家好多保險公司一啲嘅儲蓄計劃都可以容許你用100萬嘅本金去賺取到每年5% 嘅回報，而且本金仍然係增長緊嘅。咁所以100萬就係一個錢揾錢嘅起步點。如果你同時配備有錢人嘅智慧，你就會視呢100萬如同你嘅士兵官，你去令到佢哋懂得為你去打仗。100萬之內你可以冒險嘅空間好細啊，但係當你儲到100萬之後，呢100萬幫你產生嘅利潤就可以容許你去冒比較大嘅風險，好好保護呢100萬。佢將會幫你跨越階層。我係香港尖記，期待我嘅出現可以令你明白資產配置及退休理財嘅重要性。